死亡係人生中最難面對嘅告別，生與死係一個終身學習嘅課題。面對親人嘅離世，我哋都會經歷強烈嘅情緒同埋非常之咁痛苦，因為親人嘅離去令我哋覺得失去、空虛同埋無助，我哋會覺得個心痛到好似裂開咁。但係只有當我哋明白同埋接受生命嘅無常，我哋先可以更好咁樣活在當下。今次嘅主角阿偉今年40歲，係做設計嘅工作嘅。因為由細到大，佢爹哋媽咪咧管教都好嚴，所以佢一直都覺得佢喺屋企要擔當住一個保護者同埋照顧者嘅角色。所以佢啲朋友咧都形容佢係一個偏向沉默啦，俾人覺得佢係一個好成熟、盡責、可靠嘅典型完美主義者。直到佢太太嘅出現，令到佢嘅生活有咗改變。阿偉形容佢太太係一個能夠包容佢脆弱嘅人，雖然佢比較沉默啦，又唔識得表達情緒啦，但係阿偉嘅太太咧，總係會可以明白佢啦，體諒佢啦。佢哋拍拖5年，阿偉早已經認定咗太太係佢嘅終身伴侶啦。佢哋喺6年前結婚，但係婚後1年，太太因為突發性嘅心臟病離世，阿偉完全接受唔到，佢唔能夠相信事情會發生喺佢善良嘅太太身上。種種嘅情緒令到阿偉患上咗抑鬱症。雖然阿偉一直服用精神科嘅藥物嚟改善情緒，但係情緒周期仍然持續復發。特別係每逢太太嘅生忌啦、死忌啦、兩個人嘅紀念日或者大時大節，佢都會因為突然而嚟嘅哀傷而引發抑鬱症嘅症狀，令佢非常之困擾。最後佢就係嚟咗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尋求協助。喺輔導過程裏面，輔導員首先會透過佛法心靈輔導，尋找喺呢1年裏面仍然令佢覺得痛苦嘅根源同埋原因。加上有心靈6週嘅訓練啦，佢學識到要專注喺自己嘅呼吸上面，留心注意此時此刻，而唔會被過去嘅記憶同埋未來嘅念頭拉走，減低佢抑鬱症復發嘅機會。之後再進一步協助阿偉收集慈心禪。慈心禪能夠令到阿偉用新嘅方式向離世嘅太太送祝福同埋慈愛，同時都向痛苦中嘅自己送上關懷。佢不斷咁樣練習，令到阿偉咧變得放鬆啦、平靜同埋感到喜悅嘅。佢明白到哀傷本身其實冇對錯之分嘅，而且生命過程裡面嘅生老病死，本來就係唔能夠逆轉嘅事，呢個係生命嘅循環。阿偉認識到正確嘅因果觀，佢變得唔再執着。之後佢對輔導員咁樣形容佢自己嘅現況喎，佢話哀傷嘅感覺咧仍然都係會出現嘅，但係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將佢成個人控制住，影響到佢嘅情緒。喺輔導嘅尾聲咧，阿偉佢都有流到眼淚嘅。不過今次佢話佢都分唔清楚呢啲眼淚咧究竟係為太太嘅離去而流啊，定係為佢自己嘅轉變而流。聽完呢個故事，我哋睇到阿偉通過佛法心靈輔導，學識點樣面對無常，接受自己嘅情緒，唔會再執着人生中唔能夠改變嘅事，學識覺察自己嘅念頭，識得轉念，唔再喺一念之間沉迷，真正咁樣活在當下。輔導中心嘗試將佛法結合心理學，將2500多年嘅智慧融合成適切嘅現代心理治療。如果你正處於情緒困擾、家庭、事業、學業嘅壓力影響，希望從佛法理解人生，將煩惱轉為心靈智慧，請聯絡我哋。我哋嘅熱線服務係31626388。